第20章第1節。亞伯拉罕對遐站南方煞去，住佇加低斯甲蘇爾的中間，寄居佇基拿耳。亞伯拉罕講到伊的某撒拉，就講是我的小妹。基拿耳王亞比米勒找人將撒拉帶去。暝時眠夢中，上帝來，甲亞比米勒講：你是該死的人，因為你所帶迄個婦人人是人的某。亞比米勒猶未親近伊，就講：主啊，行義的百姓，你也要滅伊嘛？迄人敢毋是本身對我講，伊是我的小妹嘛？就婦人人也本身講，伊是我的兄。我做這個事是心斷正，手清氣。上帝佇夢中對伊講：我本知你做這個事是心中斷正，我才阻擋你，免得你得罪我。所以我無容允你忘掉伊，但你就將這人的某行伊，因為伊是先知，伊要替你祈禱，你才會活。你若毋行伊，你就知，你甲你所有的人，攏得要死。亞比米勒透早起來，叫眾奴僕來，將這代志攏講互因聽，遐人攏真驚。亞比米勒叫亞伯拉罕來，對伊講：你對阮所行的是甚麼事？我有甚麼得罪你？你竟然互我甲我國內的人陷落同罪，你對我行毋應該行的事。第10節，亞比米勒閣對亞伯拉罕講：你看見甚麼才做這個事？亞伯拉罕講：我打算這所在的人攏無驚上帝，因要為着我的某的緣故害死我。閣伊也實在是我的小妹，上爸過母，後來做我的某。當上帝甲我離開老爸的家，死過行的時，我甲伊講：將來咱所到的所在，請你稱我講，伊是我的兄，這就是你款待我的恩。亞比米勒將羊、牛、奴僕、女婢，予亞伯拉罕，閣將伊的某撒拉行伊。亞比米勒閣講：你看，我的地攏佇你的面前，你通隨意徛起。閣甲撒拉講：我予你的兄1,000銀，甲你對全家做熱目睭的，但你佇一切攏無不是。亞伯拉罕祈禱上帝，上帝就醫好亞比米勒甲伊的某甲女婢，因就懷生囝。因為耶和華為着亞伯拉罕的某撒拉的緣故，已經予亞比米勒家內的婦人人未生囝。